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基隆市长找在地美食，来到西碇路一家人气爆棚的早餐店，葱油饼加上大馄饨汤，真的很过瘾。热腾腾的葱油饼才刚出炉，柜台前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员工忙着把葱油饼装袋，这是基隆上班族最爱的特色早餐。因为方便啊，第一个外带也很快啊，我觉得葱量还不错啊，对啊，用的油也蛮健康的，吃起来还蛮清爽的。才早上7点，店内人潮不断，葱油饼先稍微煎过，再放入烤箱里，就会呈现外酥内软、金黄色的葱油饼。先煎后烤之后，上面有那个焦焦的感觉，再烤上去之后，它的色泽会更漂亮。这样，就连基隆市长谢国良都闻香而来。市长，各小沙去哦，给他立下赶快的哦。OK， 安排东家馆在西碇路是我的口袋名单之一，也是我最喜欢吃的早午餐店。葱油饼、干面、分喜汤是早餐界的梦幻组合啊，更是回头客老主顾的美食日常。葱油饼外酥内软，菌清葱香，好滋味，搭配一点清酱油、辣油，直接爱了爱了。干面加辣酱。人生不一样，跟我平常的工作一样，非常的有劲。这颗馄饨汁多鲜美，超爱！拜托不要太多人来，我还想要下一次啊，有位置可以坐下来吃啊！啊，别动讲啊，没事，我是说还有人没有来过东家馆吗？我小学呢就是念圣心小学，所以对西碇路很有感情。那这个早餐非常好吃，因为它的葱油饼、干面跟馄饨这样搭起来，真的非常棒。有时候口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但真的就是非常好吃，推荐好朋友们都要来吃。葱油饼哈，现在的人比较喜欢吃清淡，所以我觉得不要做得太油腻，大家反而更喜欢。基隆人还喜欢点上一碗大馄饨汤，大馄饨配上一碗干面，吃起来相当过瘾。干面一定要加这个辣酱，这个辣酱的这种调味的方法是我们基隆特有的，所以我觉得。基隆外地的朋友来，一定要知道，在基隆一定要吃干面，干面一定要配我们的辣酱。说着再加一点，不要加太多。老板一边包馄饨，还会观察客人有没有被招呼，就是要服务至上。原料都有在要求把关，包括我们的馄饨的肉还有我们干面的油这个很重要，还有葱油饼本身，你的调配比例也很重要。让客人呢，不管是四季来吃我葱油饼，都是要一模一样的感觉的。明亮的用餐环境，闻不到任何的油烟味，老顾客持续回来光顾，新顾客赞不绝口，让这间基隆人的传统早餐能够继续飘香。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同样是美食，要带大家到台南。台南以美食闻名，其中位在永康区的兔子高帽鸡蛋烧，主打多种创意口味，而且还打入整颗鸡蛋哦。重点是价格超亲民。一边打上整颗鸡蛋，一边倒入面糊，这是经典的原味鸡蛋烧做法。不过，在台南永康的兔子高帽鸡蛋烧，除了加入整块 Oreo、芋泥等口味，还有着特殊创意口味榨菜豆干。我们会到处去吃别人家的，然后再自己创新研发。对，然后像榨菜豆干，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口味。从加饭加面，然后现在加到鸡蛋糕。古早味榨菜刷脆又好吃，评价最高。咸口味的鸡蛋，会爆馅拉丝的起司，以及甜口的卡士达和黑糖麻糬也是大受欢迎。尤其面糊原料是使用纯牛奶不加水，加上减糖比例，让美食网红梅森大力推荐。这个从内馅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鸡蛋糕蛋糕体啊，都是这个老板娘自己做的，非常好吃。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将近5年了吧。然后他们有咸有甜，然后它也有就是一半是淡的，一半是鸡蛋糕的这种口味，反正口味很多种。然后里面还有卖咖啡，所以就是很适合当什么下午茶。店家更坚持现点现做，给客人品尝到最好吃的鸡蛋烧。下午茶时间一到，还能再来杯咖啡，沾上鸡蛋烧一起吃，别有一番风味。记者宋怀谈的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绿竹笋，因为脆嫩多汁、甜如水梨，被饕客昵称为仲夏夜的绿宝石。现在正临绿竹笋的盛产期，台北市政府与市农会携手举办一系列的绿竹笋行销活动。朱福龙，笋农请上舞台。从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手中接下奖状与奖金，拿下2025台北市绿竹笋品质评鉴比赛冠军的周福龙说，除了附图等技巧外，采摘的时间也很重要。热时间多，等了起来的时候做较水，啊有较早出来就较歹咸，有较慢起来较迄个，啊说即马比说就这时阵咯，啊阮多起来。较早啦，啊，唔知讲好歹哩，有在钓时，有在迄落，钓较早较好运的就，即马比的时多钓啊。今年绿竹笋评鉴比赛共有来自全台北市9个区农会多达101位种笋高手参与，共选出冠军笋王、美笋王与甜笋王。评鉴的标准包括竹笋的外观完整度、色泽光泽、柔软度、纤细度及甜度4大面向。桃园农改场分厂长也教民众如何挑选优良好吃的绿竹笋。一只笋好的笋大概250克到300克之间，这是我们最目前优良的品质的笋，大概就这个重量。那过大不是说不好，它可能就是可能比较老，对，但是我们的角度。整体说，它的弯角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重量要足，就表示它的水分跟它的形状都是最好的。OK， 首先就是看它的笋底是不是白的，越白越新鲜。那再来就是它的弯角的角度有弯的，然后再来就是笋尖是不能绿色的，绿色表示已经晒到太阳就会苦。对，那它这个都还没有见绿，这个微微的见绿，但是它好的笋它是不见绿，它必须在太阳起来之前就要挖起来，这样的笋才会鲜甜美味。为了方便消费者买到新鲜美味的绿竹笋，北市府与市农会更推出绿竹笋采购地图，提供民众按图索骥选购，也可以跟农友预约取货。民众需要的话，实际上可以透过这地图部分去做一个检索，那就他采买的当然他所采买的最方便的一个地点的方式去进行选购，这样子方式。那当相对有一些部分，他也可以跟我们的农友去做一个预约的方式。那即使是说当天可能或许是没办法满足，但是可能或许他们可以约好礼拜5、礼拜6，相对来讲就变成是说是农友笋农的部分在哪个地方再交运给他们，这样子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口腹之欲。所以买的是最新鲜的。对，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全都是今天凌晨大概3、4点上山去采购的，所以在整个的笋度、鲜度而言，含保水度而言，相对来讲都是最佳的状态。这远比所谓的外县市昨天运来的，相对来讲在整个的保鲜上面来讲都是最佳的。另外，今年绿竹笋行销活动也首度与天成大饭店合作，推出3道绿竹笋主题料理，尝鲜期间只到7月27号，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这个绿竹笋要挑的就是它比较像牛角式的，比较弯，好，但是也不能太绿。好，那我们做的是3道菜，一个腌笃鲜熬汤，一个笃就是熬的意思，腌呢就是火腿，好，就要属浓汤。好，这个煮下去的话，大概是要1个小时。好了，再来我们这个绿竹笋烧肉，就是无笋不成菜，笋可以适合炒、煎、炸都可以。那再来一个酸菜烤笋，是一个更为清爽的，在夏日的时候更为清爽，特别是在6月到9月，好最好吃的时候。而在6月28号、6月29号2天，市农会将在花博农民市集规划绿竹笋主题摊位，设置互动式模拟采笋体验及食农教案展示。7月及8月，还有由北投、士林、景美、木栅、松山等5区农会联合办理的采笋去体验活动。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山林、走进市场及走进餐厅，共同品味自然的甘甜，体验笋香四溢的美好。种下绿宝石，赏最绿竹笋。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高雄有一间造型馒头店，推出多种玫瑰花与动物造型的馒头，还有精致的蛋糕造型哦，成了新型生日礼的首选。生日可不只有蛋糕能庆祝，蛋糕造型的馒头也很特别。只见烤盘上整齐摆放着各式馒头，不仅颜色缤纷，造型更是亮点。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动物造型馒头，多样化的款式也成了现在庆生的热门选择。我们这些蛋糕啊，我们这些产品就是因小朋友客群哦，现在亲子。因为我们还有办一些亲子体验的活动，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多妈妈就发现说，我们的产品很适合呢，在幼儿园庆生的时候呢，小朋友庆生的时候可以拿来使用。所以我们这些像那个蛋糕的造型，还有像那个小动物的造型，还有像皮卡丘这些造型，就是小朋友因为要庆生，所以他们呢要分给他们自己的同学，然后做了非常多这些产品。所以我们目前在幼儿界还算蛮有名的一个热销的一些产品，就是这些造型馒头的部分。2022年，我们玫瑰花呢得到网络声量第1名，进入那个10大网络名店的排行，就是玫瑰花馒头是帮我们创造出来。目前我们是以基础色5色为主，就是黄色呢就是用南瓜用南瓜的泥去做的，然后红色呢就是那个红曲。然后白色是鲜奶，然后那个黑色是我们用竹炭粉去做的，然后另外那个绿色就是抹茶粉，这主要。那其他我们还有发展出其他的不同的颜色，像芝麻粉做出来的灰色，然后还有紫玉做出来的紫玉色。有着漂亮外观的玫瑰花馒头，从用料到制作过程丝毫不马虎，更以各式食材研发出多款口味，让客人不仅吃得开心，也拍得高兴。而这些以手工做出造型的馒头，背后更有温馨故事。一开始我们主要是为了我们癫痫病友的一个就业，我们本身是一个癫痫协会，然后在处理癫痫病友的一些权益跟倡导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就业呢反而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才会成立这个包子铺。我们在那个2023年，我们得到世界国际的 BCN 的社会创新的第5名，全世界来自52个国家。285个团队，我们得到全世界第5名。所以，我们这一家店呢，并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卖包子馒头的店，而是一个有温暖，而且呢，让身障者呢可以独立自立生活的一家店。原先为了帮助他人能得以就业生存的小店，如今也因为用心的美食，成了网络上的知名馒头店，成功让这份善心得以延续。记者魏国庆、李品荣高雄报道。再带到桃园，有一家临近大有梯田公园，隐身在住宅区内的一间泰式餐厅，推出适合单人分量、可以调整辣度又坚持平价美味的泰式料理，一起来品尝这酸辣够劲的好滋味。炎炎夏日又来到，想开胃就要吃泰式料理。临近大有梯田公园，隐身在住宅区内的一间泰式餐厅，老板与老板娘因为自身爱吃而拜师学艺，开店6年多来，培养出许多老顾客，不少人特地带着亲友一起来品尝这酸辣够劲的好滋味。我点了那个凉拌鸡肉跟海鲜米干，鸡肉蛮爽口的，然后米干的话，它那个我个人爱吃酸又辣，它那个味道都很合，比那个某些比较知名的那个口味我还棒，对，而且价格又公道便宜。对啊，我都会带人家来吃啊，对，喜欢吃酸、喜欢吃辣的泰式料理的来这边都很棒，对。开火下料，大火翻炒，一切快很准。中午时分，餐馆的厨房正为料理忙碌，老板娘也在出餐前为料理做最后的装点。老板与老板娘也介绍了餐厅特色，考量到社区小家庭众多，原本道地泰式口味可能对长辈小孩来说太辣太腥，因而调整口味，并推出适合单人分量的泰式料理，坚持平价美味，吸引并推广给更多人爱上泰国菜。我跟泰国人学了很多那个独家的配方，对，所以我们的口味，它还是有稍微的改良，配合我们台湾的人的口味，对，不会那么的泰式，那么的辣，那么腥。走到我们家好像就是回到自己家厨房，对，
对，就是主要就是诉求就是平价，附近社区蛮多的啦，小家庭蛮多的，对，所以大家都还蛮爱来我家吃饭的，有些客人都像朋友一样来，都会打招呼聊天的，对啊。是不是晚上外带的小家庭也真的蛮多的啊？对啊，而且小朋友来都特别爱吃虾饼，还有曾经小朋友一次点3块的。酸辣海鲜汤、炒河粉、柠檬鱼、凉拌海鲜青木瓜，桌上摆满店里招牌好菜，老板娘也一一介绍每道料理的特色。不仅严选原料来制作虾饼，也坚持手工现剥虾仁来入菜，让民众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另外也考量小朋友口味，制作不辣的打抛猪，但同时仍有道地的绿咖喱，尽量呈现泰式料理的精华。我们的虾饼啊，虾饼都是那个鱼浆、花枝浆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的，所以跟外面应该不像有些那种冷冻的，而且我们都打的还蛮厚的，厚实。对啊，打抛我们因为小朋友很多嘛，所以打抛我们也刻意就是可以炒不辣。对，然后凉拌海鲜类也可以啊。我觉得我们凉拌海鲜，我们的虾子都是用手工剥的，不会去买那种就是那种冷冻的那种发泡的虾仁。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安心的吃。对，然后鱼也可以调不辣，因为小朋友不吃辣嘛。对啊，所以基本上来我们家，基本上小朋友都可以吃啊，不会说因为怕辣或者什么就。像可能去瓦城啊那些地方，可能真的太辣了，小朋友可能就没办法接受。对啊，绿咖喱可能就是大人的爱了啦，小朋友可能就不太接受。可是也有小朋友超爱吃辣的，他也是有办法吃。对啊，而且绿咖喱的调料啊什么的，真的是蛮道地的泰国的那个咖喱味。对。餐厅由老板娘与老板做内外场分工，尽管偶有小摩擦，但仍能达成共识，挺得过来，也与不少熟客成为了好麻吉，让从未想过自己会做餐饮业的老板感到不可思议。平常分工就是我主要是在外场，然后我老婆就是主要是在内场。不过当然是我有不在的时候，或是其他有问题的时候，我老婆也是会出来外面帮忙这样。一些小口角是会的，一定会的。不过当然是主要是听我老婆的，她的主要是听她的方向去做事，这样就没问题了。也有很多一进来就是跟家人朋友一样，这样会聊天这样子。下次来到大有梯田公园，回到停车场准备上车前，不妨弯进巷子，前来这间隐身在住宅区内的泰式餐厅，品尝美味佳肴哦。记者刘雨婷、杜爱胜桃园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耗费8年拍摄的新北警犬队8岁 K9 纪录片，目前全台戏院上映中。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板桥秀泰影城特映会支持，希望大众透过纪录片了解警犬的重要性。你的孙子的亲脚签名。从导演张伟志手中接过警犬福星亲脚签名的海报，让新北市长侯友宜好开心。耗费8年时间拍摄新北警犬队的8岁 K9 纪录片，目前正在全台戏院上映中。侯友宜也在27号来到板桥秀泰影城特映会力挺支持，并透露自己曾和纪录片的主角警犬福星有段意外的缘分。如今能看到他发光发热的生命史能在大荧幕上播映，让他自己也感到很开心。今天应该最开心的，绝对不会是我自导演跟依婷导演，应该是我应该是最开心的，因为福星一出生啊，真的因缘际会，我居然开始没有多久啊，可能不到1个月了，我就抱了他，那一抱呢，好可爱啊！那时候我抱他不是我，还有一个叫做吴牧野吴机长啊，那时候我抱就好开心了，哇！怎么这么开心，这么可爱的小狗，受不了了。那今天看到孙子竟然可以当主角啊，而且可以被拍成这么好，令人感动的片子，从他出生、成长、接受训练，到了训练完了以后，毕业，我那时候问他说：“孙子啊，你在担任什么工作？”他说：“担任血迹侦收犬。”哇！这很不容易哎。由于
于自己是警界出身，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肯定与感谢导演们透过镜头贴身记录警犬和领犬员的工作生活。尤其主角警犬福星曾是全台唯一血液增搜犬，更是别具意义，期盼能让更多人看见警犬队的辛苦，以及了解警犬的重要性。那其实虽然我这个孙子退休了，不过他的短短8岁的职业生涯、警犬生涯，其实可以让我们导演慧眼识英雄拍成一个对动物来说也好，对他的职业来说，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那未来这个片不但在电影上线以外，未来有机会能在 YouTube 在各个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那让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警犬是值得大家尊敬他这个工作以外，更重要我们要爱我们的毛宝贝。所以今天上映的第一天，谢谢大家。新北市府新闻局表示，8岁是警犬常见的退役年龄，而 K9 则是英文 K9 犬科的缩写，而且还是由新北市纪录片奖常胜军导演所制播，记录新北警犬队的工作，让这部纪录片8岁 K9 对新北人来说别具意义，也欢迎更多人能够一起来支持。记者刘雨婷、张颖勋新北采访报道。再带您到高雄车站的中央广场，近期出现一座造型酷似管风琴的装置艺术听侦器，每天中午都会准时播放音乐。而车站有6座公共艺术，即将在8月联合揭幕，将成为城市的新亮点。高雄车站的下层中央广场出现了一座酷似管风琴造型的装置，成为了许多旅客经过驻足拍照的景点。中午12点一到，现场响起了熟悉的旋律，竟然是管风琴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让不少经过的民众惊喜连连。这座装置名为听侦器，以管风琴为意象，模拟过去蒸汽火车汽笛声的回响。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但特殊的造型和独特的管风琴声，让路过的民众也都纷纷表示新奇又有趣。很好啊，增加艺术气息啊。Oh, it's actually amazing. I mean, I didn't expect it's actually like a musical pipe or something. I thought it's just like what do you call this? An installation, like an art installation. 不过在第2段乐曲登场时，高亢磅礴的巴哈 D 小调促膝与副歌，让部分民众直呼有点被吓到。建议未来正式启用时，可以调整选曲类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段有点奇怪，在这边放这个有点奇怪。有一点就是中间有一点不太适合啦，对啊，还是可以放一点开心一点。就是一开始第一首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至少还是台湾的元素。然后后来中间有一段一度是不好意思，就是很我不知道曲名的交响乐，然后我被吓到了，所以也许觉得这个选曲上可以再多有。更有高雄的风味一点，我觉得应该会更好。目前听侦器还在校调与优化阶段，预计在8月与其他5座公共艺术装置一同亮相。整个高雄车站共有6件艺术作品，各自应对城市的历史记忆。届时铁道局也将举办音乐会，邀请民众一同来共襄盛举。记者陈军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您到基隆来看历史建筑旭丘指挥所重新对外开放。市长谢国良、文管局长江庭梅及多位市议员都出席开幕仪式，宣告指挥所蜕变成为结合历史、艺术、创意的文化新地标，为基隆注入新的文化能量。这个车技呢有一个特色，3根圆形柱形的，然后它的外形呢，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圆弧，这个是半圆形，旁边这2个是圆弧形，2侧的门柱采螺旋状设计，屋顶外观利用不同高度层次堆叠，这栋昭和时期的建筑风格别具特色。可以说是基隆最特别的一个算是公共建筑，因为它是一个纪念馆，所以其实虽然它不高，可
可是你可以绕了它一圈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瓷砖哦，或者是它的入口处，还有就是它的圆柱体的房间，其实都还会有做玻璃哦。其实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现代建筑的一种表示。来到2楼平台，现场摆放屋顶帐篷，提供休息。站在景观台前，居高临下可以眺望整个基隆港。这个地势又刚刚好，而且视野又那么宽，难怪这边是可以当一个指挥所。可以看风景，然后也可以就是看那个。就是山不会变，然后它这个图可以揭示整个100年的一个变化。早期的时候都封闭的，都是警卫在上维护站着，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进来的，所以也不知道里面是长什么样的。哇，现在50几年回来，又发现到哦，原来里面别有洞天。我看那个景观很漂亮，超美的，不晓得离那么近，感觉上好像一下就跨过去就到了。3、2、1。点亮旭丘之星。基隆市历史建筑旭丘指挥所24日起开放参观，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开幕仪式，宣告指挥所蜕变成为融合历史、艺术和创意的文化新地标。委托行的邱总经理承办我们这个旭丘的一个这个策展，长达5个月，那有不同的主题。有孩子的主题，也有职人的主题，那也欢迎大家多来基隆的旭丘指挥所走走看看，这里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然后又有很好的展的内容。那展的时间呢是到11月底，一共5个月左右，所以欢迎各地的朋友多来看看。旭丘指挥所开放参观，现场还有艺术策展、体验教室及文化导览。文管局希望透过各项活动，重新诠释这座历史场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那我后面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洋楼哦，它其实也是当时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迹之一哦。那另外一个部分还有我们的子弹房，以及我们2楼所谓的看到序幕，台湾8景之一的一个序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地方，甚至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基隆港，这也是旭丘它迷人的一个所在之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修复其他的一个场域哦，是希望未来在这个其他的场域也可以有轻食，也可以有阅读，所以等等，我很希望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来到我们旭丘指挥所，来这边品尝一下我们的轻食，也品尝一下我们的阅读，让大家看到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阅读的感受是什么。旭丘指挥所隐身在基隆大沙湾的山海交界，曾经为台湾最神秘的军事管制区，如今再度开幕，除了揭开过去神秘的面纱之外，也邀请游客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之美。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基隆首辆观光巴士正式亮相喽，期许为邮轮旅客和市民朋友带来全新的观光体验。2、1，请将钥匙插入我们的马槽。我们的巴士会缓缓的升起，象征基隆双层观光巴士正式交车亮相。画面上是基隆第1台双层观光巴士交车启动仪式，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市长谢国良、副议长杨秀玉、议员宋伟立、郭美秀、陈怡、议长秘书于炳玉，以及在地的观光产业业者共同参加，期许透过双层观光巴士的亮点，为基隆的观光旅游注入新活力。基隆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级的观光双层巴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他来到基隆市，他想要用很短的时间搭乘一个舒适的运具，很快的了解一下基隆的整个观光的大概的一个风貌，他甚至会考虑享受一些更加值的服务。基隆双层巴士赞不赞？赞！我们之所以设计成这样子的一个排位置的方式跟它的一个摆设，是因为说，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只有卖这个路线跟这个观光给游客，事实上还是可以去有体验不同的服务的内容。所以你看它的1楼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准备，不管是准备饮料还是准备餐点，它甚至可以准备其他的东西。但是2楼就是专心的体验，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下雨天好日子其实都有体验的方式这样子。7个区有7个区各种不同的一个它的一个元素，还有它的一些带不走的一些文化。
那也希望说借由市长的它的一个前瞻性，把这个观光巴士带进这个基隆市，我相信一定可以带动我整个基隆市的未来的一个观光，因为邮轮母港嘛。就是外国人来到基隆，一定势必要在基隆下车，所以我相信未来不止一辆，一定会越来越多，带动整个基隆市的一个城市。对。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观光巴士，双层的感觉就是能够看到整个海景跟我们的山景啊，山貌之美，我想非常的好。我相信国外旅客一定会争相的来订购这个整个导览我们7个区。对如果团体来多一点，可能就不够，所以希望明年可以再加一步，把我们基隆的地方在地的生活，包括里面的美食还有文化，我们基隆的文化是蛮多的，希望把文化观光再带去给全世界的人知道。其实我很期待第2台出来，也期待我们基隆市有新的观光的局面出来，真的带动我们整个基隆市的观光人潮啦。这是一个新体验，也很棒。我本身有去台北做过，真的很棒。对，那种感觉啊，真的不同，就是不亚于那个国外那种感觉啦。主要对这个双层观光巴士的期待，不是只有单纯的期待这个它在运着我们的旅客、观光客走看基隆的风景，如此而已。我们基本上还更进一步的希望，我们可以融入各类的一个体验。那更希望它未来是会有主题性，以及它更带动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效益哦。我们希望大家上到这台车里面，它不仅只有看到基隆的山与美，它更能够聆听到我们的一些故事。因此，我们在车上会配置导览人员，而这导览人员呢，他其实是了解基隆的在地文化以及我的美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享受一种不一样的山与海的一个风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买这台观光巴士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观光巴士不单单只是一个城市印象，它更是一个行动式的一个历史的介绍，这也是我们在推动观光巴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我们双层观光巴士，外地的朋友更不用讲，来了以后，当然坐上观光巴士是不是最快的，可以去看到基隆市，目前是东岸当然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延伸，而且我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双层观光巴士可以投入运营跟服务。文化观光局表示，遴选出营运团队后，后续将再公布详细的观光路线与票价。目前初步规划每天3个班次，除了锁定基隆港的邮轮观光客，也会推出市民专属优惠票价，带领国内外旅客用不同的视角深度认识基隆。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台南复兴大饭店以巴洛克宫廷式建筑风格新建，临近台南火车站，与一级古迹赤坎楼、孔庙毗邻而立。庆祝开业10周年，推出全新改装豪华客房入住专案，让消费者可以感受饭店10年一见的百感体验用心。台南复兴大饭店开业10周年，特别在今年暑假推出10年一见百感体验全新改装豪华客房专案。以和洋房风格的日式设计，并以温润木质地板取代传统地毯，更新增了和式客厅，为入住旅客规划全新且独立的休憩空间。10年一见百感体验，台南复兴大饭店迎来开业10周年，进行豪华客房的一个全面改装，引进日式风格的设计，打造一个全新的和式客厅，让旅客呢有更悠闲充分的一个休憩空间。同时，为迎接暑假期间亲子旅游热潮，台南复兴大饭店更贴心推出知名寝具床垫品牌家床服务，打造舒适安稳的睡眠环境。迎接暑假亲子的一个到来，我们也提供棉豆腐旗下知名品牌棉豆皮的一个家床服务，可以提供第3、第4人的一个寝具使用。
那也推出一个优惠专案，3588不含早餐，以及或者1不205280，来提供我们更多一个消费者来抢先体验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客房的一个空间。台南复兴大饭店位于府城旧城区的商业中心，周围有许多历史古迹、旅游景点、知名商圈、夜市等，交通便利，购物方便，是许多亲子家庭、商务旅客的优先选择。这次的10年一见百感体验，更推出了豪华客房不含早餐或是1博20专案，提供消费者自行选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市教育局今年暑假将爱心午餐券数位化，与悠游卡公司及4大超商合作，让弱势学童透过数位学生证方便领取午餐。小朋友挑选好餐点，拿着学生证到超商柜台换餐。桃园市教育局为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童，持续推动寒暑假爱心午餐政策。今年暑假，教育局将爱心午餐券数位化，跟悠游卡公司及4大超商合作，让弱势学童不再受限于纸本餐券的使用，透过数位学生证方便的领取午餐。我们整个兑换的方式非常的方便，所以刚刚在我们 7-Eleven 的门市，我们3个小朋友很细心的挑选他们希望的商品，然后到柜台透过数位学生去兑换，这个过程非常的顺畅。那同时我们也谢谢4大超商，我们市政府一克是补助65块，但是我们4大超商都可以提供70块到85块的加值优惠，所以我们今年很多元，除了提供实体的餐券兑换之外，有一个数位兑换的平台。所以特别要再一次感谢悠游卡公司跟我们4大超商共襄盛举。同学们可以凭学生证里的65元数位餐券，就可以在4大超商兑换价值70到85元的优惠餐点。家长跟学校也可以透过数位兑换平台，及时了解孩子的领餐情形。学生不用在大老远跑到指定商店换餐，而且全台超商都适用。丰树国小校长表示，真的非常的贴心，而且很方便。跟4大超商的结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4大超商在全国都有店，所以孩子如果回到外婆家或到亲戚家去住的话，暑假他仍然可以在外县市，不限桃园市，都可以领到等值的餐食，像他在桃园一样，所以非常方便。那么以往我们都是用那个纸本的，所以常常容易毁损，然后孩子们也不知道吃什么。那自从结合局里的这个政策之后那个孩子们可以就近选择。像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会住茶专路那边，就是比较偏远，那他以前为了要换这些餐点需要到学校附近，那现在就是到4大超商就可以了。而且4大超商还帮我们加码那至于选择哪些食物，我们也会限制孩子可以选择哪一些比较营养的食物，我们会结合营养教育。所以其实这个政策数位化之后，不但更便利，也更安心。另外，为了让学生吃的健康营养，超商换餐选择也有规范，不能够换零食、饼干、气泡饮料，连含有咖啡因的都不能换。超商店员会协助把关，确保吃的安心健康。我们这个一个小朋友是提供65块。那4大超商可以提供70到85块的加码。那兑换过程里面，我们4大超商都有协助由店员来做把关，孩子一定要去兑换午餐的食品，不能去买零食，也不能去买一些游戏的点数所以我们会由4大超商来兑换，而且孩子喜欢喝汽水，这个也都限制。我们就是希望他去选择营养而且符合卫生标准的一些餐食。今年暑假，桃园市共有221校申请爱心午餐，预计有4839位弱势学童受惠，补助经费共1950万。餐券数位化，除了提升便利性，更加强环保。而偏远学校也可以视当地情形选择弹性的供餐方式，包含跟邻近的爱心店家合作，或是学校厨房自行烹煮等，希望让弱势孩童在暑假都能够安心用餐。记者赖伟一屯报道。随着高龄社会来临，失智症已经不只是医疗议题，更是社区照顾与社会参与的重要挑战。奇美医院结合台南市卫生局与永康区公所，共同以艺术为媒介，邀请社区健康长者与轻度中失智长者共同创作策划韶艺时光社区长者创意特展。乌族社区长辈们活力十足地跳着舞，6年来持续参与艺术课程，在这天终于毕业了。
成果展作品以庙宇为主轴，用潘丽水画的门神延伸做成小玩偶，还有以舞蹈姿势做成一对一对的水狗牛仔与黑狗熊。人大汉了，人较侪岁了，拢多多少少会小可记忆较无好啦吼。啊，透过这个课程吼，咱会让互伊较延缓伊的视意。失智安呢？奇美医院积极响应高龄社会挑战，推动台南市失智友善社区行动。除了让长辈从健康促进到社会参与，更透过艺术课程，邀请失智长者共同创作，实践失智者也是创作者的理念。那我们失智的长辈，其实他们就是对于这种艺术的导入，其实让他们是非常有就是融入他们的兴趣，融入他们的文化。那我们希望从一个失智症的长辈，从一个被照顾者的角色，让他变成是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者。每一个失智者伊每一天的心情，有当时伊所想的、所看到无同款吼，所以用色吼嘛会无同款吼，所以讲伊逐工每一处的作品吼，老实讲吼，拢是非常的生动吼。展场一件件的作品都能看到长辈生活记忆的创作展现。奇美医院透过艺术、人文与健康结合，活络失智友善社区照护资源，未来将进一步拓展至仁德区，真正落实在地老化。记者是怀谈的报道。再带你来看台南市真真音乐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林真真，因为深感独居老人生活艰难孤苦，所以借由1年1度的音乐艺术成果发表会和家长携手，将亲子园游券的所得捐给台南市社会局，希望为在地弱势长辈尽一份心力。百年风华的日式建筑旧领时事，也就是原音料理，在真真音乐艺术中心规划寓教于乐的闯关园游会中有加够亮，除了让亲子在园区共同度过欢乐休闲的假日，重头戏的幼儿表演，小年纪就大秀打击节奏，都是启发幼儿发展基础。其中从儿童律动到现代街舞的快乐学习，更是博得满堂彩。看这些小朋友表演，然后都很厉害，然后小朋友就都很可爱啊，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就是有一些活动，像是可以拿爆米花，或是去体验一些像是那个拔萝卜之类，还可以拿一些气球，我就觉得这很有趣。觉得真的办得很好，给小朋友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那很多小朋友也都很认真的表演。那参加之后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也希望就是之后我们家小朋友也有机会这样子的表演参加。真真音乐艺术中心除了展现幼儿的学习成果，在家长的全力支持，更将园游会所得47000元全数捐给台南市社会局，作为独居老人照护之用，期待抛砖引玉，一起守护独老。就是达到的费用可以捐给弱势老人，然后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可以有爱心。很开心也很感谢。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园游会票券呢售出了40多份，那所以我们把47000块全数捐出。那园游会大家觉得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希望呢，可以帮助更多的独居的失智长辈。幼儿的音乐艺术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是提升音乐素养。至于从中灌输学童行公益、好怜悯，为守护弱势找到生存的平等，更是中心不变的初衷。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新北市第一个采用低冲击开发方式设计的中和秀朗桥北侧区段征收开发工程，在今年4月如期如职的完工，并优先开放主要的道路。新北市长侯友宜预告未来新北的开发不间断，期盼能够带动地方发展。3拜，拜，再拜，3拜。
新北市政府今天举办中和秀朗桥北侧开发工程完工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秀朗桥北侧经市府努力，以低冲击开发方式，成功将不易使用的低洼地势整治为宜居地区。未来除进驻消防分队及公园等公共设施，新设道路跟连接中和及永和地区，大幅提升当地生活机能，打造新店溪河畔的美丽城市景观。在双河地区连接新店。有一块秀朗桥北侧的土地将近4公顷，长年累月杂草丛生，破坏很多的环境。经过新北市政府多年的努力，从109年河川治理管制线解除以后，积极的开发，那这个土地的征收，经过这几年大家努力，让我们4公顷原本杂草丛生的重新规划环块道路，以及公园，还有周遭的公共设施，包括我们的消防秀山分队，能够在早年这个环境不好的地方，以低冲击开发的方式再造重新，能够让我们的环境优化以外，也能够带动新店双河地区的市民朋友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所以今天是一个完工典礼，也谢谢这个施工团队的努力以及民意代表的支持。尤其这一块土地未来不但有消防分队成立以外，有公园，最重要的让整个双河地区的环块交通能够更顺利、更方便。后也感谢市府同仁辛苦及居民的支持，同时责成消防局及相关局处于交地后，尽快完成区域内的公共建设，让民众感受城市环境优化后的生活品质。秀朗桥北侧讲了20年了，那20年总算把这个区段征收都做完了，整个土地重划也完毕了，土地的分配也给地主了。最主要的不是这个，最主要是让我们中和秀朗地区这一块最后这1里路把它拼起来。所以我们的环块的道路在4月份开通以后，就看到我们的交通以及周遭的环境就大幅改变。为了这一个秀朗桥北侧的区段征收，这个工程其实也蛮辛苦的。为了用低冲击的开发方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所以我们所有的土壤大概就就地取材，把黄洪书进的这个土方大概16万立方，把它移至到这个地方来。那大概有64座的奥运游泳池的量体这么大，那就是最主要是在开发过程当中让环境能够更优化，所以我们的速度算是非常的快。尤其这块土地有一个公有设施，就是我们的秀山消防分队，所以秀山消防分队，我在之前就特别拜托消防局一定要赶快规划好。当今年的土地交以后，我们就可以立即来展开行动。我们希望消防局这一项工作绝对不能等待，把它做到位。新北地震局表示，为因应极端气候及短延时强降雨，工程设置雨水储集系统，可汇集雨水至地下的雨水基砖，兼具回收利用及防洪防灾功效，符合 SDGs 环境用水永续管理等目标，落实城市永续发展理念。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以上就这一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